故意惡心我呀，還問我怎麼跟他聯繫，假惺惺的。baby， 不過你倒是可以幫我支招，看怎麼考驗一個人的智商。你還沒完沒了的挖苦我是不是啊？我承認我智商低啊，怎麼樣勾搭男人才是最考驗智商的？這個回答你滿意吧 ？baby， 我是想要考驗秦明峰的智商，看他有沒有資格當我孩子的爸爸。门萨俱樂部的測試題，你看怎麼樣？门萨俱樂部是哪個馬場的？天哪！我中午有重要的約会，你怎麼把我一早到点给我调成10點了？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完了！神經病啊你啊！我昨天为你卖命到半夜，我今天又不上班又不约会，你吵什麼呀？你好，歡迎光臨。嗨。Hello。对不起，我遲到了。沒有啊，美女是永遠不會遲到。我正式介紹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冬眠，不是冬天要睡覺的冬眠，而是冬天也要纏綿的綿。你好，冬眠小姐，我叫秦明峰。嗨，秦明峰。那天真是謝謝你啊。為美女效勞，那是我的榮幸。你女朋友挺漂亮的。只是女性朋友。冬眠小姐也很漂亮啊，像冬眠小姐美貌與智慧於一身的女人，現在可不多見了。戚先生過獎了，美貌嘛，可能有那麼一點點，但是這個智慧就真是不敢當了。我剛好還有幾個問題想要向戚先生請教呢。是嗎？說來聽聽。不是，給我們家小夏提醒酒不想幹。